老婆，今天去领你的签证还有米拉的手续，高兴吗？ OK， 吃点早饭，出发。米拉，今天做你的证件，高兴吗？呀，我们的小米拉很高兴。我们呢，现在又再一次来到了这个大使馆的门口。现在等一等，等通知我们去进去领取这个证件。神经病的老婆，高兴吗？现在呢，我们就回家，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在海外怎样去办理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和相关的一些认证。神经病的老婆，高兴死了。大家好，我是强子。下面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孩子在这个国外的出生证明和这个旅行证是如何办理的。如何办理的，告诉你们呀。我又回来了。现在呢，让我的孩子睡觉了。接下来呢，就能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就是我吧，在亚美尼亚是如何办理的孩子的出生证明、出生证明的认证，以及孩子的这个旅行证。在亚美尼亚呢，办理这个出生证明比国内繁琐一些。这里呢，需要2个出生证明。之前呢，我也有了解，在国内呢，就是说的国内医院生完孩子呢，他们只给1份，就是说这个出生证明。但是在亚美尼亚这2份出生证明呢，第一个就是在生完孩子的医院，他们提供1份这个出生证明。第二个呢，就是拿着这份孩子医院的出生证明，再去办一个国家的相关的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这个呢，比国内的繁琐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这次我们办的还是比较快的。你像做好这些证件呢，我就去了当地一个有资质的翻译机构，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拿着这个翻译呢，去他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做一个公证，公证完，再去就是中国驻亚美尼亚的这个大使馆进行一个认证。你像关于孩子的这个旅行证呢，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反正就是说各方面办这个手续呢，可能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就是快一点、顺利一些。不过呢，我们最后还是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们顺利的拿到了孩子的这个旅行证。你像我在亚美尼亚办理孩子这个旅行证，需要就是说注意以下的6点。第一个呢，你先要准备好双方的这个护照及复印件。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的这个结婚证，就是如果你带了的前提下啊，当时呢，我们也就是以防万一，就是说希望更方便的，就是说我们给随身带这个结婚证。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具1份就是声明书，简单的呢就是来说，就是说在父母双方的同意下，就是说孩子要放弃其他国籍，做中国国籍公民。第4个呢，就是孩子相关的就是有法律效应的这个出生证明证件，还有复印件。第5个呢，就是孩子做旅行证的这个照片。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给孩子做那个旅行证的照片的时候，反正有不同的这个版本的规格，因为它这个每个国家这个证件照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规格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的时候做的时候，就是选择的这个中国护照的一个照片的规格，给孩子做的一个照片。第6个呢，就是填写一些相关的这些办理旅行证的申请表。最后呢，就是说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相关政策啊这些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假如说你想让孩子做这个中国公民的话，我感觉就是驻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就是说办理这个旅行证的相关信息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
不过呢，最后大家还要是多看一看，就是说驻自己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的这个信息。以上呢就是我在亚美尼亚给我的孩子办理的相关信息的这些方式方法，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人。